聖經撒母耳記下23章第5節，我家在神面前並非如此，神卻與我立永遠的約，這約凡事堅穩，關乎我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。神他豈不為我成就嗎？神與大衛立約，呢個係神同大衛之間一個好特別嘅關係。神同亞伯拉罕約，神同大衛立約。馬太福音第1章係咪就話俾我哋聽？耶穌基督嘅家譜，亞伯拉罕嘅子孫，大衛嘅子孫，因為神同佢呢兩個人立約。神嘅立約就話佢所應許嘅一定會成就，呢個係俾我哋見到一個相當寶貴嘅事。今日神俾我哋一切嘅應許，因為佢係神，佢嘅應許一定會成就，絕不落空。求主幫助我哋曉得堅定嘅相信呢位唯有佢能夠救我哋嘅救主，就係耶穌基督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